各位陪審員早晨，我係外聘檢控官高淑華。今日大家一齊集喺呢個法庭度，只為一個目標，就係正義，伸張正義。大家只需要答一條好簡單嘅問題，就係被告邱天雪有冇謀殺死者張景祥？我可以好肯定話俾大家聽，佢有。嚟緊嘅庭審，辯方大狀會嘗試轉移大家視線，同你哋講，被告只係一個被侵犯、智慧嘅可憐少女。但係無論佢睇落幾咁人畜無害，證據都係唔會呃人嘅。事實係案發現場只有被告同埋死者兩個人。事實係死者喺案發現場拍低咗被告嘅裸照。事實係殺死者張景祥嘅兇刀上面只有邱天雪一個人嘅指紋。